啊，不是，就是桑葚、桑葚，有人叫桑果。咁啲桑果醬咧就係將啲桑果咧洗乾淨、擎乾水之後，燒紅個鑊啦，倒落去，燒熱之後倒落去，跟住用個鑊鏟咧就壓爛佢，用力壓，因為呢隻鑊鏟唔夠硬，所以我要咁樣壓。壓咗之後咧，一邊壓一邊咧就用一啲檸檬汁，一定要落檸檬汁，因為檸檬汁咧可以收緊佢，可以幫助佢成為嗰啲醬嘅，同埋都美味啦，有檸檬香味。大半隻都 OK 嘅啦，呢個都話。咁樣煮啦，煮熟佢，硬碎佢。就得啦，好啦，硬熟再剪啦，再影啦，好冇？硬熟再影啦。